News，快啲啊你！喂，波衫佬今日唔着波衫嘅？流㗎，呢件咩嚟㗎？冇嘢做近排，咁啊好似部4000，睇下有咩啱我玩啫。屋企就靜靜地，想揾啲喇叭聽下歌。咁啊，先生，其實我就部 SP4000，咁咧屋企咧我就想聽下歌。咁其實有啲咩可以介紹下俾我咧？咁可以留意下 AK 出嘅一個 Cradle 啦。咁本身佢配合 PD10同埋4000都可以做一個 XLR 嘅輸出，咁去翻有源喇叭嗰度。可唔可以介紹一下點樣玩法咧？我最怕嗰啲咧，哇駁線駁到我頭都痕埋嗰啲嘅，最好就一擺落去就即刻開到聲嗰啲。咁佢就啱晒，可以望一望，佢本身都係 PD10，咁 SP4000一樣啦。咁直接係擺落去，擺咗落 Cradle 之後咧，去翻呢個設定撳 XLR，咁佢就直接可以播歌噶啦。咁直接去翻呢個嘅專輯頁面，咁我哋求其揾一個試一試啦。咁用翻機內嘅音量旋鈕控制翻個喇叭嘅大細聲。喂，如果咁樣話真係好方便喎！我入翻屋企一吉落去就即刻有聲聽，咁啊啱晒我啲懶人玩啦〜